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0月16日，看哪，我的耶稣正在门训。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9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第9章62节。耶稣对他说：手扶着耕犁而不断向后看的人，对上帝国是没有用处的。有一位不知道什么名字的人，但是大家都记住他所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就是他说不可能有秘密门徒的身份存在，因为不是秘密破坏了门徒的身份，就是门徒的身份破坏了秘密。也就是一个人的基督信仰应该给所有的人看得见。盲人点灯，为什么要？他又不需要，看不见啊。盲人说：因为我要让人看见，使人不会撞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主的学生吗？如果是，我们现在今天正要被神训练，因为我们的耶稣正在门训我们。而且我们这位老师，他可是非常的严格哦。他的严格可不是说好像他会打我们，他会很处罚我们，其实他不是，而是他的要求是我们听了就要去做。我们看到耶稣这几天来，从路加福音可以知道，耶稣他可以做得到，他是一个示范，一个真正成为基督徒的人怎么发挥他的影响力。我们看到今天耶稣持续为人医病赶鬼的消息很快的传遍在整个加利利，那么需要被帮助的人就会很多，但耶稣只有一个，怎么办呢？当然是要门训。所以耶稣把他的大能权柄，他的怎么样传福音的智慧分给他的门徒，让他们带着能力勇敢的出发去传福音，而且要再门训别人。我不是得了而已，我不是得了这个福音留着我自己用而已。福音的大能就是让人把所有的经历了之后，我要再把它传出去，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幸福。有一首歌，我想我非常的喜欢，它就是讲到幸福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完美不会这个犯错，他什么都会非常的完美，不是这幸福的人应该就是他能够把他所有的他知道的真理，耶稣进入到我的生命里，我们心眼被神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见幸福在我们心里，而且我们要活出来，像我们昨天说的，活出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不需要很完美，真的，我们也不需要去要求别人很完美，不然我们就不是人，我们是神，真的。我们只要真实而简单活出在主爱里面应该有的那个影响力，活出我们感恩的心，感恩我们所拥有的，而且我们要把我们所领受的分享给别人，要他们也得利益，就是这个就是在一个门训传给人，传给人，这就是幸福哦。所以我们昨天有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要活出那个福音的大能，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要相信，然后活出来之后，这个真理所带来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只有自己有而已，我们一定成为那个光啊，我们一定成为那个亮度，基督徒的亮度，所以我们不可能是秘密的，不可能。我们这个基督的门徒，真正学生的门徒是掩盖不了，除非你点了灯，再用锅盖把这个灯光给盖起来，不可能嘛。灯要放在哪里？灯台上才照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在门训我们领受了吗？他一开始就讲到人的信心啊，门徒很软弱哈，哇，看到这么多人，然后只有一个孩子回应说：“我这里有5饼2鱼。”哎，这门徒不够了，这哪够看啊？这5000多人怎么够？耶稣教导什么？只要信，是吗？只要信。那么登山这个变相，哇，也是再一次的耶稣讲到这个信啊，你要相信，因为耶稣预言自己会受难会死，很明白说，如果要跟从我，要舍弃自己，天天背负十字架跟从我。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在当场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会掉头就走，还是摸摸鼻子决定我要跟随，还是我先跟再说，以后做决定的时候再说。耶稣其实自己预言了，那我们有听了进去，有听从吗？接着之后有改变的形象，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山上来祷告。哇，他们看到这个形象真是好啊！还有呢，声音从云里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亲爱的大家，门徒其实看到这个景象是害怕，是害怕。我们呢，如果有机会，我们看到这种景象，我们还跟不跟啊？然后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用有权柄来医治被鬼附的儿童呢？耶稣直接说：“哎呀，不是这些门徒赶不走邪灵，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耶稣说重话：“你们这时代的人是多么没信心，多么腐败呀！我还得在这里跟你们多久，还忍耐你们多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我们有信心，因为耶稣在说预言自己会死第2次跟随他的人会要怎么样？跟随他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便有很多人说：“主啊，耶稣啊，你不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来跟随我。当很多人有很多的要去办的事，那些都是理由，因为这些埋葬父亲都已经是不在的，死人的去埋葬死人吧，因为我们要看重的是上帝国。所以耶稣说：“手扶着犁而不断向后看的人，去看那些已经于事无补，对上帝国没有用的，这样的人实在没办法跟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那个会发光会发亮的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吗？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主的门徒，就是主的学生。我们愿意被神所门训吗？那背起的十字架可是重的啊，我们可能会领受很多的不堪哦。我们会一直问为什么吗？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一直没办法往前，就是他所经历过去许多事情，他就是要知道一个答案。我要知道为什么，主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主，那时候你在哪里？今天这首歌，黄家千姐妹她所唱的，因为牧师最近常常拿来唱，非常受安慰，也是一个引导，也是一个再次被鼓舞跟激励。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为我认识的这位上主耶稣是无穷尽的慈爱，是良善，永远不会失败，是万物的主宰。即便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即便我们只能哭，但我不问为什么，不问，因为我相信我所相信的上帝是公义，是信实，他从不落空，我凭信而活。好不好？我们来默想，也听这首歌。成为主的门徒，要勇敢向前直走。什么让我们不住的想要向后看？我们要如何往前看，而且只看耶稣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你是信实慈爱，你是全能，你是公义。主，你掌管万有，我们相信你的时刻，我们愿意等候。主，我们所承受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没办法承受，我们好想问为什么，好想知道答案，但主，我们相信，全心信赖你。恳求你帮助我们更专注的眼目只看见你，只见耶稣，不见其他的人。我们不要其他的答案，我们只有要主你，让我们专心跟随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我们，我们只要相信，跟着主往前冲。今天主要带领我们冲破那个困难，让我们今天能够突破一切的困境。我们明天见。